兄弟姊妹平安。天气渐渐冷吼，一摆雨水会一摆冷。请咱特别来注意咱的身体，甲疫情的防疫。咱有缘通继续健康来到教会来敬拜俄罗。请咱来看圣诗57首。圣诗57首，愿大家俄罗上帝。 第1节到第4节，愿大家俄罗上帝，伊是阮的高万岁，伊人民上上发现，可永远袂违抗。咱有时受大艰苦，主人民常常照顾，伊人民常常发现，可永远袂会改变。咱过来看一首334首 A 调。少年圣徒历代为主干净。这歌词内面有真侪咱爱小可注意的所在。 咱来看第2节甲第3节的歌词吼。第2节甲第3节的歌词。第2节，铸做石盘赢蕊，剑甲盾牌，搁做军长，哦，搁做军长，战鹰出力攞小台，请你看下骹标字，吼出力。 烧台哦，即咱台语吼，出力烧台，真光带因经过黑暗世界。好，第3节，恳求耶稣暂远现时当兵，学伊坚固英雄，好打出征，得主攞助战，好助战。 好，得主做者3甲欢喜得胜。好，大概第2节到第3节，咱较注意着。好，来，咱来用第1节、第2节甲第3节，第2节甲第3节。做最就把呀雷震甲顶摆，各最军长做对发杀。 小台，真光带因天，开黑暗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第2节搁一摆呀，来，做最就把呀，瑞真甲顶摆。 3节，恳求耶稣赞，愿现时当兵，哦，伊艰苦中好打出征，得主彰显证，感他伊的心。 第3节搁一摆哦，呀，第3节来，恳求耶稣赞，愿现时当兵，哦，伊坚固英雄，好打出征。
请咱伫万心来礼拜。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永伫地。为着耶和华的慈爱，甲伊对世间人所行的奇事，愿人拢学落伊。圣诗第57首，愿大家学落上帝。圣诗第57首，愿大家学落上帝。会众请起立。
传读使徒圣经。伫圣诗的头前面，请献归斗阵齐声讲：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是计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启应文第10篇，伫圣诗的后壁面，我来启，你来引。启应文第10篇。我捌吞忍听候耶和华，伊压落怨我，听我的求救。伊对我对空囝的汉奸，对土地中砍我起来。互我的脚徛伫石板顶，互我的骹步在某。伊互我的喙唱心的歌，就是乌鲁阮的上帝的。济人要看见来敬畏，也要我靠耶和华，独独我靠耶和华，无差迄个骄傲，以及偏袒虚假的人。即号人有福气。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所行的奇事，以及你对阮所存的念头真多，月月对你拜列。我来要提起来讲。迄个少爷算袂了，这事甲礼物你无欢喜，小济甲上做济你无要知。迄时我讲，你看我来啦。我的事已经记伫册里。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读。你的律法伫我的心内。祈祷，请三角来祈祷。听我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互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头前来领受你的教示。顶礼拜阮见证你所拣选的兄弟姊妹受洗重生做你的囝儿，阮满心感谢你，因为阮知影上帝就是光，得到即光的必然袂跋入黑暗中，行伫死荫幽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上帝用伊全能的圣手来引带咱。这个光是对心内点毒，永袂化去，也引带阮行往永生的道路。也求主帮助阮兄弟姊妹互相扶持，一同迎接主耶稣得胜的日子过来。到迄日，阮必然脱离朽烂败坏的肉体，甲死亡的威胁，行往新的耶路撒冷，过得胜的生活。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好了，请献歌队，今日要吟的诗歌是《哦，真水无比》。
圣经记载伫约翰三书1章1节到4节，有写伫周报的上后一面，我来读。1节，做长老的杯寄予所听的加油，就是我伫真理所听的。所听的兄弟啊，我愿你万事的行通勇行，亲像你的灵魂行通一样。因为有兄弟来干净你所存的真理，亲像你伫真理在行，我就真欢喜。我听见我的囝儿伫真理在行，我的欢喜无较大伫即个。正道，请黄志明牧师，今仔日的题目是接待耶稣的喜乐。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心进入阮的生命中间。主，感谢你的圣神带领阮伫逐主日拢有国外的快乐。主，阮今仔日阁要继续来仰望，恳求主你继续踮伫阮的心内。互阮会当伫天路三扶持，同心为着真理来活。愿安尼仰望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讲到欢喜这项代志，我想基督徒咱拢常常在讲的一句话，就是欢喜的心是好药，忧伤的心为好骨高达。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咱常常若去马街吼，马街摕药啊，拢会，它都有一个跑马灯的叮咛安尼。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会使骨枯干。咱若碰到好事，迄就是讲顺心，咱若顺心如意的时阵，咱自然会规个人感觉足欢喜的，足欢喜。总是若是无照咱所想的来行的时阵，咱的心就敢若一块石头安尼綴掉的，袂透开。当然，有的人较看会开，有的人较看袂开，会想较济到超凡。除了咱本身每一个人的个性无同，咱所徛的角度甲立场嘛无啥共款。几个礼拜进前牧师捌讲过，咱若要和咱甲主耶稣的关系，就亲像敢若是在谈恋爱，在谈恋爱一个婚姻走向婚姻的一个过程。伫即种恋爱的这种婚姻的过程，一定就要需要有牺牲做调整。咱若是要互对方感觉欢喜喜乐，就必须要调整家己去配合对方的想法，想办法来顺探伊的意思。若是冤家互相来冤家让座的时阵，往往是无法度得到认同，也无法度得到理解的时阵，总是彼此若要继续相听，就必须要创好清楚，咱冤家的问题到底是出伫倒落，搁进一步来调整，然后搁继续行落去。今仔日咱要讲到接待，所谓待客之道，接待啊，意思嘛差不多是安尼啦。耶稣爱咱会当疼别人，亲像疼家己。咱若想讲要安怎得到好的款待，就要照安尼来款待别人。为着要互人有宾至如归的感受，咱通常咱在接待的时阵，拢会先了解，迄个人是较意爱什么，较无意爱什么。佫会想讲，我会当摕出来什么共款待、共接待。就马约翰牧师，我想讲大家一捌来过教会来讲道，也有主理咱的中级退休会前几年啊。马约翰牧师，咱知影伊是对美国来，伊是对美国来的宣教师，伊有爱食汉堡无？咱想看卖咧，猜一下，伊有爱食汉堡无？你们觉得他喜欢吃汉堡吗？喜欢不喜欢？有一摆进前啊，诚久进前，就是阮还阁是做伊的学生，学生的迄当阵，伊讲伊无爱食汉堡，伊是美国人，总是伊无爱食汉堡，伊爱食啥咧？伊
后来阮就愈来愈熟悉嘛吼，愈来愈熟悉。伊爱食咱隔壁迄种的，伊讲中式的buffet啊吼，伊嘛叫迄叫做buffet啊吼。虽然阮讲食buffet拢是迄种欧式自助餐，足澎湃迄种吼，总是对伊来讲，咱隔壁迄种自助餐就是对伊来讲就是buffet，伊爱食buffet。啊，有一天，阮就拄好有一个机会，就邀请伊来阮魔术馆安尼来食饭，做伙食饭。拄好，迄天早起咱有社区，啊社区拢是便当嘛，啊便当也是叫自助餐的迄落便当安尼。阮就叫3个便当，我和伊个牧师马牧师，阮就伫魔术馆安尼来食。伫食的时阵，阮就传刀、筷子、叉子、汤匙啊，阮就传3项那个餐具给他。我说马牧师，你是会用刀的，还是用叉子，还是要用汤匙？哦，看你实在你紧安尼哦，看你有习惯，倒一项。恁感觉马牧师会选倒一个？他选筷子哦，吼，他选筷子。意思是讲，因为阮毋是汉咧和马牧师做伙食饭啦，因为上课下课就是大家就是吃饭就是比较不常在一起吃，所以阮对这毋是真了解的时阵吼，阮就想讲，莫互伊感觉足尴尬的，阮就摕所有会当家里所有的餐具会当互伊去选择的做选择安尼。啊，有一摆另外一项代志啦吼，就一摆我和伊个牧师，阮就去这附近食迄个锅贴，一间店食锅贴。阮食锅贴的时阵，就看到一个外国人入来要来食锅贴，结果伊就足尴尬的，因为伊袂晓用刀啦，所以结果伊安怎食？伊就用手，伊直接就用手去捏安尼来食啦，吼。所以这是一种待客之道，就是当前迄个商家可能也无想遐多，因为其实咱台北台北车头遮附近真侪迄个外国人会出入入吼。照讲若是迄个店家若是较贴心淡薄，可能会准备一寡迄落签啊，还是啥物吼，外国人较好使用安尼。好，即个就是待客之道。那彼此总是咱彼此若无讲真熟的时阵，咱就真较会出现一寡像拄则所讲的足尴尬的即个情形，吼，足尴尬的场面。总是要为着要促进彼此的关系，互主人咧备办要招待的时阵无压力。若要互人客伫领受即个接待的时阵，身心灵拢会当得到舒爽，双方拢爱有灵巧甲智慧。双方拢爱有灵巧甲智慧，爱豆豆爱来做调整。主人咧，主人的心要安怎？主人的心爱较坚强的啦，毋通想过，即马少年人讲玻璃心，吼，毋通想过玻璃心，互人客感觉我好不容易传一道顶的菜出来，啊，结果人客敢若无爱食咧，吼，伊就可能就玻璃心就足着伤的。主人毋免遐尔爱训练家己较坚强的，吼，像至于进前伊去朋友厝里食饭，啊，朋友的妈妈就炒菜嘛，家常菜，伊就炒一盘迄落茄子球。至于他不吃茄子的啦，吼，结果就淡薄仔3条线安尼啦吼，总是。啊，就是人客就伊家己爱食球啊，所以伊会炒球出来招待人客，总是人客拄好就无爱食即项菜。所以主人甲人客中间，咱袂当互相勉强的。咱做主人的拄则讲，我们不要太玻璃心，咱的心爱较坚强的，爱较开阔的，吼，要接待人客爱较开阔的。做人客呢，若袂当勉强，咱嘛毋通欺骗家己，讲嘿啦，这嘛我嘛足爱食的啦，就油头革面安尼硬吞落去，咱也毋免安尼，因为勉强受到接待，毋但是欺骗家己，嘛是欺骗别人呢。咱若是真勉强的时阵，咱毋但是欺骗家己，嘛是咧
欺骗迄个主人的心意，安尼就无法度真心实意来相款待，对彼此也无法度有进一步的了解，安尼就真拍算。因为咱若勉强去食的时阵，主人讲考虑的想讲啊，伊爱食，结果毋若后一回炒互伊食，搁互伊赶转去，搁食较济，安尼就实在是较毋好。接待耶稣搁较是爱安尼，接待耶稣必须爱信心捌伊，了解耶稣的欢喜，并且毋惊受到拒绝。有时可能咱会真热心要来服侍，总是可能咱会受到拒绝。拒绝的原因会足多，无一定，无拄拄是啥物原因。总是咱若热心要服侍的时阵，迄表示讲咱所服侍的物件，互别人会感觉会嫌啊，吼。咱有时啊讲，咱做甲流汗，互人嫌甲；咱做甲流汗，互人嫌甲流烂安尼。当咱服侍互人嫌的时阵，咱也毋免惊会受到即种的拒绝。对耶稣的认捌绝对无限定伫福音书。对耶稣的认捌绝对无限定伫福音书，因为咱所敬拜的圣父、圣子、圣神三一上帝，是无法度是连连做伙，无法度拆分开的。咱若来认捌耶稣，咱就会伫服侍、伫交代耶稣这方面，咱会着知影讲是安怎的交代，会当得到耶稣的欢喜。圣经是咱认捌耶稣真重要的一项，是上帝予咱的礼物。对圣经，虽然咱可能想讲旧约圣经也无耶稣啊。旧约圣经较常常在看讲是记载是被上帝的权能甲灵敏，总是伫旧约圣经咱会当看到咱人伫界面、律例顶面的失败。咱人性的失败，咱无法度安尼尊叹，因为安尼，互咱会当确信耶稣基督才是咱的救赎甲盼望。然后，咱搁来看福音书的后壁面，对使徒行传以后的批信。使徒行传以后的批信，咱也罕咧看到耶稣，总是信心踮伫咱的内面。信心踮伫咱的内面，咱就会当明白耶稣的心是啥物，并且会当顺探被上帝的旨意。伫新约内面的批信，虽然毋是亲像福音书安尼直接是对耶稣讲出来的，也毋是直接看到耶稣安怎去行，总是咱会当接到新约时代正教会的问题，接到信心伫正教会的做工，通过使徒伫真理顶面的教导来发现耶稣的欢喜，这拢是信心的工作啊！耶稣国活上天了后，信心降临。规个新约教会到伫咱现代，拢是信心的工作。借着信心的工作，咱通知影耶稣的欢喜。咱会当借着这的批信，看到伫无同时代、无同的地区、无同的种族，遐尼多、遐尼复杂、遐尼多变化的局势顶面，信心是安怎带领正教会被上帝的心意来行？这一切拢伫回应耶稣的祈祷啊！其实咱看新约正教会，因所努力拍拼，拢是在回应耶稣的祈祷。耶稣的祈祷是啥物？耶稣的祈祷其中一项就是愿主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亲像伫天呢。愿爸的旨意伫正，愿意顺探信心的人就是接待耶稣；愿意顺服上帝旨意的人，同款也是接待耶稣。咱诚做基督徒，咱拢盼望会期待家己会当照耶稣的欢喜来接待伊。总是有时咱做袂到，有时做袂到，无法度用耶稣的欢喜来接待伊是安怎？其中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咱对耶稣的认捌无够深。
咱对耶稣的认捌可能有淡薄仔误解，因为咱有时看圣经的时阵，定定会这本册吼较好读，我着读较侪摆。这本册吼像先知啊，啥物册哦，有够歹读的，我嫌过，无爱读，有够歹读，我无爱读。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会偏食啊，像小朋友这样偏食，我爱食这个就一直在食，一直在食，无爱食的吼，拢无要看，拢无要试一下安尼。所以也是因为偏食的这种的原因呢，阮读圣经有时会断章取义，就是看到字面上安尼哦，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啊啦。其实咱圣经是头前后壁爱规个咱爱做伙来看的，做伙来看，咱才会当去理解、去想，耶稣的意思到底是啥物？另外就是咱个人所意爱的，有时咱拢知影，有时咱可能会知影讲耶稣意爱啥物，总是知影是一回事。真正要调整家己来符合配合耶稣的欢喜，阁是另外一回事。知易行难，咱无一定爱调整家己，起来爱互耶稣感觉真欢喜。有时咱疼家己比疼耶稣较侪淡薄啊。今仔日这张批是约翰。咱看经文第1节讲做长老的批，这个长老就是约翰。这张批是约翰写予加油的一张批。加油是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当时的教会组织基本上拢是家庭，或者是咱讲家族的这种组织来做一个单位，做一个教会。因为聚会地点拢是伫咧厝内面。所以，若聚会地点伫厝内面的时候，迄间厝爱空间爱有够啦，吼，才有法度有遐侪人做伙来组织聚会安尼。伫厝内面聚会，除了会邀请对经理有较无的厝边隔壁做伙来厝里来聚会，也会接待一寡流浪四过行的宣教师。因为迄当阵的教会，毋是亲像即马，咱看咱即马的教会，逐间教会拢有牧师，拢有固定的牧师。迄当阵无固定的牧师，无遐尼侪牧师啦，宣教师嘛少少啊。所以爱遮尔负担，遮尔侪间家庭教会，遮尔宽的所在，宣教师拢是一个所在，安尼轮流去讲道理。吼，伊无法度踮伫一间教会上久的时间，差不多一段时间，伊就要离开到后一站、下一站安尼。所以呢，这个家庭教会为着要接待遐为着宣扬真理4过旅行的宣教师，对因来讲其实有真大的危险，有真大的危险。因为迄当阵呢，有侪挂羊头卖狗肉假的教师，也伫因的中间。因为遐个假的教师要创啥？因为假的教师要去共讲真理，伊假是，大家假是伊是咧讲真理啦，总是伊毋是伊是假的嘛。假的伊讲的会当领啥物？咱讲领薪水啦，伊着有收费安尼啦。所以有侪假的教师，就是看到即间教会拄好无宣教师伫遮哦，伊着讲我就是宣教师吼，我来讲真理。厝里的迄个主人若是毋知影的时阵，互伊接待伊入去，就是引狼入室啊，就引狼入室。所以呢，伫迄当阵的家庭教会、家庭教会的主人，为着要来保护伊厝里所有的人，伊要安怎来判断入来迄个宣教师是真还是假？若是真的宣教师，通常咧摕一张推荐信，推荐的信。这个推荐信是啥物人写的？推荐信通常拢是使徒，或者是伫正教会中间较有名声的人来写的。所以迄当阵宣教师
要入去一间家庭教会来宣扬真理的时阵，拢爱摕推荐批。接待宣教师对当时的家庭教会来讲，毋那是一个真大的危险，也是真大的负担。因为要接待宣教师嘛，要接待遮的行大四过的宣教师，并毋是食一顿饭安尼，毋是讲来讲道理，中昼咱教会有爱餐吼，就安尼甲你接待。爱餐食了拜拜再见，毋是安尼，爱接待伊住，因为拄则有讲伊爱住一站嘛。即站的时间，伊就伫即个家庭教会宣扬真理，所以必须就爱负责。伊伫宣扬真理的即段期间，伊会啉食甲住，互伊会当专心教导，也会当有好的休困。毋若是安尼，阁爱提供伊，阁行去后一站，即个旅程的收费。伊就是安尼一站一站去宣扬真理，一站甲一站的中间，即间家庭教会阁爱传伊的所费，会当互伊到伫下一站下一间的家庭教会。虽然接待宣教师是一个重担，总是教会愿意付出，愿意照安尼付出代价，是因为教会的存在就是为着要敬拜。咱爱有心灵诚实的敬拜，就必须对咱所敬拜的对象有真实、有正确的认识甲了解。就是头拄仔一直在讲的，咱若要接待耶稣的欢喜，咱就爱知影耶稣到底是意爱什么，无意爱什么。咱要接待耶稣，就爱知影伊所欢喜的是什么。当咱在敬拜的时阵，咱在阿罗上帝的时阵，咱若无对咱的上帝有正确的认识，请问咱是在阿罗什么？咱阁是在敬拜什么咧？所以接待宣教师目的就是要互教会伫真理的顶面徛在。接待宣教师就是要接待耶稣所欢喜的。问题就是，毋是所有的人拢安尼想，毋是所有的人拢愿意为着认识真理来付出代价，毋是所有的人会安尼实践，会照安尼来实践。特别是因只有看重家己损失的迄部分的时阵，因就感觉我家己就无够啊，阁接待耶稣。感谢上帝，解忧今仔日即个批信的收即个批的人，收信者就是即个家庭教会的主人解忧。解忧伊并无受到遐个反对声音来动摇，有人赞成就会有人会反对，伊无受到遐个反对的声音动摇。伊接待宣教师，伊所看重的是教会对真理的需要。知影教会必须对接待即项代志来实践真理，因为无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解忧知影宣教师长行伫耶稣所呼召伊的道路，所以解忧伊看重的是耶稣的心意，看重的是耶稣的欢喜。也因为安尼，咱看到即张批的一开始，咱看到信心感动约翰写批互解忧，伊来讲什么？咱做伙来看。咱做经文的后壁面嘛有，咱头前有圣经嘛会当显约翰三书。即张批是即张批一开始，圣神透过约翰解忧，伊表示讲，解忧啊，你是上帝所疼的囝儿，是耶稣所亲爱的兄弟。搁较是教会，也就是圣神团契所疼的肢体。咱看第1节到第4节，最长落的批囝互所疼的解忧，就是我伫真理所疼的，所疼的兄弟解忧啊！我愿你万事的亨通勇行，亲像你的灵魂亨通一样。因为有兄弟来见证你所存的真理，
亲像你伫真理伫行，就是你照安尼接待宣教师，我就真欢喜。这个我是甚物人？当然是约翰，总是信心透过约翰，可有即种的欢喜。信心是即种的欢喜，就是对信心来，对上帝来。第40讲，我听见我的囝儿伫真理伫行，我的欢喜无较大伫即个。我的欢喜无较大伫即个。我听见上帝听见伊的囝儿伫真理伫行，上帝欢喜无较大伫即个。加油伫接待宣教师即项代志，是照着真理来行。伊毋若是为着要互众人来得到真理欢喜，搁较是因为耶稣的欢喜来欢喜。当加油接待耶稣，耶稣的欢喜就充满伊。当加油为着认捌真理、实践这个真理付出代价，上帝伊就亲自透过这张批的作者约翰，为伊来祝福祈祷。祈祷什么？就是我望你为万事行通勇行，亲像你的灵魂行通一样。信心感动，这位做长老的约翰为着加油安尼下愿祈祷，是望加油伊渐渐衰烂的身体，会当亲像伊的灵魂充满疼主的活泼、热情甲快乐。咱毋知影加油伊身躯是毋是有啥物病痛，咱也毋知影加油到底伊的年岁是偌大。总是咱人的肉体对一出世。其实，当然啦，对一出世，咱会走向一个高峰。总是当咱成长的时阵，会渐渐安怎？咱对20几岁，就会渐渐衰微啊，渐渐走下坡。当我们成人之后，就会我们的体力、身体各方面就会渐渐走下坡。一般伫50岁以前，从成年咱讲20岁好啊，吼。20岁到50岁这中间，差不多每10年就会明显感觉咱的体力有较差，体力有较差。这段期间呢，上明显的就是因为即马咱有3C 的这种产品足多嘛，眼睛视力10年变较差，熬夜的恢复力咧。无输进前，我想我进前20几岁的时阵，20几岁上下熬夜拢无问题啦。20岁到30岁迄当阵拄好头前两个囝较细汉在带嘛无啥物问题，熬夜嘛，带囡仔熬夜无啥物问题。总是30岁以后迄个熬夜就感觉要恢复就有比较困难。然后呢，带子爱。第三个30几岁生的迄当阵就感觉体力无够，足忝的。到伫40岁以后咧，真正就目睭开始淡薄仔灰啊，开始淡薄仔灰啊。所以伫50岁之前，咱的体力、咱的身躯就慢慢啊走下坡。50岁以后咧，50岁以后咱时段就知影讲。筋骨的问题啦，像之前以前牧师有讲，伊50肩嘛，50岁礼明的50肩的筋骨的问题，困眠的品质，有的时段咱知影讲，伊拢困袂好势，困袂好势，还有三高、慢性病等等种种的问题，一个一个就安尼走出来。所以差不多咱就知影讲，差不多50岁，咱的身躯就开始。比较速度稍微快一点的这样下降，所以这样来看，咱的灵魂的性命就是我们的灵命啊。咱属灵的性命，可能到伫50岁，应该是伫咧成长到一个真稳定的情况。咱的灵魂咱的属灵的性命，总是咱的肉体咧。咱的肉体是渐渐走下坡，咱有看到一个图无？灵魂渐渐走上坡，然后呢，肉体渐渐走下坡。
可能啦，大约啦50岁，算讲一个黄金交叉啊，吼。所以即马加油，为互上帝称作是上帝所疼，伊会得到即款的祝福，完全是伊伫真理顶面安尼追求伊的灵魂兴旺啊！伊的灵魂兴通，足旺的，一直在爬，一直在爬，一直在提升，一直提升。总是伊的肉体已经渐渐走下坡，所以呢，上帝就赏赐互加油即句话，即句祝福就是：我望你的万事兴通勇行，亲像你的灵魂兴通一样啊！上帝祝福加油，望伊的肉体、伊的身躯、伊的游玩，亲像伊的灵魂勇行，然后咧，继续接待宣教师啊，继续接待耶稣。所以为着耶稣的欢喜，有时啊，咱的肉体就是会哪来哪衰微。总是为着耶稣的欢喜，咱有时啊，咱愿意行出咱感觉安全舒适的范围，甚至愿意付出贵重的代价。为着耶稣的欢喜，咱会当听看遐反对的声音。可能有人讲：啊，你身躯就无介爽快，你搁去服侍，你搁去教会安尼，敢若无介透动。总是为着耶稣的欢喜，咱愿意照安尼来行，因为咱拢注目伫耶稣的身上。迄只有人会问讲，牧师，啊，我一世人可能恐惊吼，拢袂拄着一位宣教师啦。要拄着宣教师足学的呢，啊，想要接待吼，我嘛无法度。总是今仔日，咱借着即段经文，咱也做伙来思考。其实，只要是宣扬基督福音的人，传授真理、实践耶稣的疼的人，拢是宣教师。所以照安尼来看，咱每一位基督徒拢是宣教师，因为宣教就是咱对耶稣所领受的使命，敢毋是安尼？咱借着逐日的读经、读圣经、灵修、查考圣经、团契、礼拜，咱借着这的信心直接，咱讲话，咱启示真理，借着圣经，借着团契，借着礼拜，咱来启示真理，互咱渐渐会当伫真理的顶面徛在。然后，咱借着伫教会服侍来学习，安怎来实践这的真理。然后咧，服侍绝对毋是伫教会那尔，咱伫教会服侍不过是伫咧学习要安怎来实践。当咱学习实践了后，咱伫教会所受到这的装备甲操练，咱就进一步将这的真理实践伫咱的家庭、伫咱的职场甲社会。耶稣讲：咱若彼此相疼，众人就知恁是我的学生。当咱将耶稣的疼彰显伫世间，就是伫接待耶稣的欢喜。所以咱会当做伙来思考，教会服侍是怎样在做接待呢？我毋是招待啊，我是圣歌队唱歌的啊，我是诗会伫台顶安尼读圣经的啊，我无法度去招待别人呢。毋是只有招待才在做接待哦。咱想看觅咧，咱伫礼拜中所有圣工的服侍者，咱周报顶面遮拢有看嘛吼，逐礼拜的周报拢有写讲主理、司礼、司琴、影音、招待、司献，遮的同工，啊，阁有圣歌队、司琴等等，遮的圣工的服侍者，因在做啥物招待？因在做啥物接待？因在协助正会众，所有的会众会当专心伫礼拜的中间，甲主相交陪，
交通，因得协助会众将家己的性命会当定根伫真理，互所有参与礼拜的人会当对信心得到快乐、安慰甲鼓励，然后愿意调整家己人生受到测验，然后礼拜结束，应受测验出去，到伫因的家庭，到伫因的职场甲社会，来继续彰显耶稣的疼。所以，咱圣歌队，咱所有的圣工的侍奉者，拢伫接待耶稣的欢喜。啊，阁有主日礼拜爱餐的，主日礼拜后的爱餐，当咱伫礼拜中对耶稣食饱足，咱的灵魂兴通的时阵，咱的灵魂兴旺的时阵，就望所有的兄弟姊妹，伊的肉体也会当兴旺。也会当亲像灵魂安尼共款得到饱足，有快乐去接待别人。咱搁来看咱的团契，咱的团契聚会，甲咱拜三基督会大道的勇士，咱每一摆的团契甲祈祷，咱的性命，咱参与伫团契，参与伫早间基督会，咱的性命若是相对兴旺的时阵。无论咱是毋是主理，咱拢爱准备家己备办好，家己是要去接待人的人。咱参与团契绝对毋是无代志去享受那尔，无毋对，咱是去享受主的宴席。总是咱嘛爱准备家己，将家己备办好，诚做一个会当招待接待别人的人。咱就随时准备家己，会当来见证。会当来分享耶稣是安怎伫咱的日常的生活中间来做工，咱是安怎来经历伫拜一到拜六的遮的中间，逐礼拜每一天的中间是安怎来经历上帝的疼。咱爱准备家己啊！咱参与团契一定爱准备家己，准备家己要做啥物？因为参与团契的人一定有人较软正。可能有人伫这段期间有较忧愁、较软弱，总是借着你的准备，你准备好势，你的分享出去的时阵，你就亲像迄个加油站的迄个油管吼，加油嘛，这个油箱嘛，都要有个油管、油枪，要插到那个油管里面，那油才会这样子通到那个油箱里。你就亲像迄个油管，你若准备好势。你就亲像你准备好的油管，你将迄个油管插到那个需要伊较软弱的人的性命内面，然后信心就透过你的这个讲，将上帝的快乐充满伫迄个需要的人的性命内面。这把刀毋是足水的吗？因为咱毋是，我们都是高高低低，咱人生的道路拢有高低起伏。咱安尼互相接待、互相服侍的时阵，当咱安尼彼此相听的时阵，咱就安尼真心对主得到欢喜。过来，咱来看所有社区的宣教事工嘛是共款。教会社区的宣教事工，当咱做伫咱的厝边的心州，虽然伊毋是基督徒，总是牧师已经讲几啊摆，做伫因的心上，就是做伫耶稣的心上。当伊得到耶稣的欢喜，伊就会将这个欢喜摕转去分享互伊厝里的人，互因厝里的人也共款会当得到对耶稣来的欢喜。所以对遮的来看，咱所服侍的毋是为着家己，咱来教会聚会也毋是为着家己，咱毋是为着家己，咱是为着别人啊！亲像耶稣道成的肉体到伫世间，伊毋是为着家己来的呢，伊是为着咱。耶稣是为着咱才来的，伊是为着咱牺牲死伫十字架顶。所以，咱来伫教会，咱毋是为着家己，是为着别人，是为着耶稣的欢喜。所有愿意为着彼此洗脚的同工，
也要亲自接受耶稣的款待。咱互相接待，互相服侍，咱就是彼此在洗脚。咱彼此洗脚的时阵，就会亲自接受到耶稣的款待，亲像耶稣最后的晚餐，伊用家己的牺牲来服侍咱，佮用伊的国活来定生起造咱。耶稣一切牺牲，拢是为着爸上帝的欢喜，因为爸上帝欢喜，耶稣就欢喜。建成咱的教会，实在是一间愿意付出家己、牺牲家己去做接待的教会。虽然当然啊，咱也有真大的进步的空间，总是牧师有看到侪人拢当在享受接待耶稣的欢喜。牧师看到有一寡人，虽然因的工作事业真无用，趁钱的机会也足多。总是伊为着服侍，伊为着耶稣的欢喜，因愿意放下趁钱的机会，因愿意牺牲休困的时间，来教会，才咱做伙斗阵，做伙来服侍。因为因要服侍，要接待耶稣的欢喜。啊，有一寡人身体虽然真衰烂，总是伊愿意忍受迄种的病痛，继续来服侍。啊，有一寡人伫家己有欠缺的时阵，伊若愿意奉献因的金钱，做圣工的路用。是安怎遮的人愿意遮尔做即种的牺牲？因为咱拢知影，当咱回应耶稣的疼，当咱愿意牺牲家己、付出代价的时阵，上帝所赐的祝福甲欢喜，确实会超过咱所想、所想的、所求、所想的一切。哪服侍哪甘甜，哪服侍哪甘甜，绝对毋是一个口号。我想，所有经历过即种牺牲、服侍，佮经历耶稣的欢喜，领受耶稣的疼的遮的兄弟姊妹，咱拢知影，哪服侍哪甘甜是啥物滋味啊？即种的滋味是经历过的人才知影的。即种的滋味，毋是讲，我顺便来做个服事好了。我今天刚好有空，我刚好有多余的钱，我就顺便来服事，顺便来奉献。咱若是有即种的心吼，若是讲顺便，安尼你就无法度感受哪福善哪甘甜，是偌尔啊好的滋味。哪福善哪甘甜是咱亲身经历的见证。经历咱要安怎甲耶稣同死同国活，咱安怎轻看家己肉体的需要，咱独独注目伫耶稣的欢喜，接待耶稣的欢喜，绝对会互咱脱离，并且超越咱伫肉体物质顶面的限制，成做伫基督内面真正自由欢喜的人。就亲像加油安尼，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感谢你调阮成做你的军兵，和历代正圣徒同款。伫即个不安的世代，主感谢主，你信心帮咱引带阮，继续伫你的真理来徛在，互阮会当伫主的圣殿。对服侍来操练彼此相听，学习接待耶稣的欢喜。主，阮恳求主你继续掌管，会当继续即款圣洁的交通，将一切荣光拢归伫你。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回应的圣诗，圣诗第334首 A 调。少量圣徒历代为主甘正，
334首 A 调少量圣徒历代为主感情，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奉献，请长官的同工。会众请坐。
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周报顶面。教会以上宣传众圣徒万民该祭司。为着咱的肢体，调养的有陈金主、刘慧英、陈王兰、陆雪英、胡怡梅、翁甘基、赵玲玲、林淑婉、陈美芝、刘秋敏、陈迪水、谢丽辉、陈秀荣、杜娇、林依乐、萧素汝、陈德明、林湘耀、江玉秀、陈义利、张刁民、陈义军、霍建武、陈昭明、王树军、翁千惠父亲、刘惠忠、李念之。第二项，为着教会10月份进行团契会长改选顺利，为着10月23号音乐见证福音主日，甲亲友一同经历主恩。第三项，为着9月18号花东地东灾区的重建，以及受灾户伫心灵、医疗、物资的需要，拢会当得到眷顾甲供应。第四项，为着台海情势紧张，台湾年底9合一选举、俄乌战争等等来祈祷，请咱坐声来祈祷。主啊，阮将一切所求所想献上伫你的面头前，请你听阮有声无声的祈求，看顾保守身躯病痛兄弟姊妹，也恳求你坚固阮所有的事工。现主时，阮要用你所教示的祈祷文，真声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目的带阮你去试，就救阮较离去的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的大声，大家有注意到咱的事情有啥无共款无？好，欢迎张静怡姐妹。伊即摆因两个囝拢伫少年团契咧聚会啦。伊嘛是阮较早的新学生吼。大家会当甲伊欢迎，好无？好，我来报告教会消息。第一项，小会任命2023年的年度主日学校长苏凯华执事。青少年团契辅导王定信兄弟、林子瑜姊妹。第二项，中执会报告，接纳甲安排新德中会以马内利教会连永明牧师伫下主日来请安募款，请为着因建堂经费的需要关心奉献。本堂下半年圣餐奉献将要做918花东地东赈灾的用途，以宣教基金来支出。第三项，2023年年度主日爱餐认献开始，一个单位是3000块，每周开放2个单位，请各位兄弟踊跃响应，互阮会当每主日拢会当凡事兴盛，身体健康，灵魂兴盛。第四项，10月23号。是音乐见证福音主日，要互建成乐团单工2场礼拜服侍，请热情邀约
福音亲友一同来见证主恩，经历福音。团契消息第一点，10月16号下晡1点，青色团契聚会，主题是甲社青还谈甲解说。具体消息第一点，陈秋玲姊妹查某囝思雨，伫10月2号平安生产，咱甲恭喜一下。第二点，11月5號禮拜六上午10點半，要舉行吳長老甲黎關長老查某囝吳依家姊妹甲吳忠漢的先生的結婚禮拜。要方便新人呢來準備婚禮，請要參加的人到1樓櫃台來登記。我這有一個報告，補充的報告。阮今仔日有來一對夫婦，李鳳明夫婦，請起立。因3冬無轉來台灣啊，大家會當來甲因等者食飯的時陣，會來甲因來談一下佇美國的生活甲以前的生活有啥物無共閣一擺來歡迎伊。好，奉獻免稅若是有錯誤甲是漏交的，請按會計還是監事來糾正。上營508首，天下萬邦萬國萬民，因時線請牧師祝禱，會眾請起立。特别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衬，互恁万事的行通勇行，亲像恁的灵魂行通，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
闭会，请到1楼请安交易。